卡的有哪个疼了？我想一下，这就是你打黑八了。现在这就是你打黑八，你怎么去打？我这上面一勾包进嘛，包进，成功的几率是多少98.76。这妈76你记住了，还76，来你勾一下我看看来。76了，过来来，你这还76不？不溜了，不溜了吧？来过来，凯哥告诉你，从这个方向一打，打过去之后，白球跟黑八还是一个哒哒就进。你吹牛逼吧？我咋又吹？哎呀我去，你呀，你咋这么爱吹呀？学着去吧你，看着。我操，这么神奇吗？这么神奇吗？你就学着去吧，来试一下。还吹牛逼不了？不吹了。这要贴12号薄边，推过去，轻轻的找着白球跟黑八二次撞击那个点，小力啊，小力，来。服不服？服了。服不服？服了。哎，no。no。哎。